诗歌来学乐咱的上帝。我请原谅我的声小可淡薄仔沙声，吼，因为真正有感冒安尼，对。咱来做伙来练习今日两首圣诗。当咱吟诗的时阵，咱嘛恳求圣神也甲咱指点。第一首诗歌是圣诗第18首，我心阿乐上帝。这首诗歌我相信大家拢真熟，嘛是真侪人拢真介意的一首诗歌。伊的作词的叫迄个贝布科克 （Beckcock），伊是一个真爱出外散步的人。伊见若看到人，伊就讲：哦，我要去看卖啊，我天父所造的世界。这首诗歌伊原本的名叫做This is Father's World， 就是这是天父的世界安尼。所以伊这首诗歌就是伊有一摆伊散步回来了后，为着儿童所写的一个娱乐的诗歌。后来嘛是伊上出名的一首诗歌。伊伫内底，伊伫歌词内底表明，伊伫逐项美好的事物内底看见上帝的态度，无论是天顶的星星，还是伫花草中，还是伫迄穹苍，还是大海内底，我咱看见上帝。就亲像代表伊伫诗篇第24篇嘛安尼讲着，地甲其中所充满的世界，甲踮伫伊中间的，拢属伫耶和华。咱大家来学乐上帝创造甲伊的主权，天地甲住伫其间的，拢属伫伊。同时，咱嘛爱尽到上主伫创世纪第一章所赐予咱的义务。咱嘛得爱管理，嘛爱来疼惜、保护即个伊所创造的美好的世界。请咱伙来吟这首诗歌，我心学乐上帝。天的本体是一家，就是上帝，咱的大家拢是一家伙的人。虽然即马外口的世界有一寡无公义的代志，真混乱，但是阮相信公义的主会带咱稳当会当得胜。
咱着彼此相兄，来归荣光来互伊。第二首诗歌是圣诗第565首，凡事免烦恼。即首诗歌，咱之前嘛有唱过吼，伊的旋律嘛真简单，歌词嘛真简单。咱先做伙念一解歌词，就安尼一节尔。来，凡事免烦恼，凡事免惊吓，囡仔有上帝，无欠亏一件。凡事免烦恼，凡事免惊吓，有上帝就教业。真简单的歌词，伊主要就是讲有上帝，咱凡事拢真满足。这毋是一个口号嘛，毋是一个迷信，主要是咱需要真长的时间的信心的考验甲培养。所以，即首诗歌拄好会当来安慰咱，来增加咱对主的信靠，鼓励咱来交托咱的祈祷互上帝。所以，当咱唱的时，咱会当用一种为着家己加油鼓励的一种心情来唱。虽望咱可能即马拄好拄着一寡烦恼也是忧愁的代志，但是咱毋免来伤过惊吓，伤过担心，因为有上帝，凡事就满足。咱做伙来唱这首诗歌，凡事免烦恼。唱这首诗歌，咱会当大声来宣告：我靠上帝，咱会当勇敢来向前。伫彼得前书第5章第7节嘛安尼鼓励咱：宁用凡所挂虑的交付伊，因为伊关心伫你。就是咱的上帝，伊时时都咧关心咱。咱搁来唱一摆，来鼓励咱来增强家己信靠主的心志，来增加咱对主有诶信心。咱甲唱一摆，凡事免烦恼，凡事免惊吓，伊若有上帝，无欠亏一件。凡事免烦恼，凡事免惊吓，有上帝就够了。凡事免烦恼，凡事免惊吓，伊若有上帝，无欠亏一件。凡事免烦恼，凡事免惊吓，有上帝就够了。咱今日两首诗歌练习到这，请咱备办心来准备礼拜。今日是建堂奉献主日，请兄弟备办心，请安静动心来敬拜上帝，奏乐。
大官人的囝，恁着将阴光开来归互上主，归互上主，着将上主的名所应该得到的阴光归互伊，用圣洁的砖塔敬拜上主。三个来吟诗阿罗上帝，圣诗18首，圣诗18首，请起立。这是因使徒圣经做伙来告白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咱灵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都是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场比拉多任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，第三日对世人中复活天，他坐伫全能的上帝的大位，伊要对遐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信搁讲的教会，信道相通，做赦免，肉体国活，永远的王名。阿门。请坐。三角用启印文诗篇105篇第1节到第6节、37节到45节来印读上帝的话。恁着感谢上主，求叫伊的名。着伊吟诗，伊唱歌学路，因为伊的圣名来夸口，系上主的人心内着欢喜。伊的奴仆阿伯拉罕的后裔，伊所敬雅各的子孙啊，伊带因出来带银带金，因出来的时，埃及就欢喜。伊起云做布伴，伊一个球，伊就互烟囱飞来。
伊拍开石盘，水就沁出，伊大地水流亲像河。伊带伊的百姓大业出来。伊将列国的地赏赐因。要互因趁伊的律例，守伊的法度。同心来祈祷。慈悲疼叹的天父上帝，你是奇妙的上帝，你是全能的上帝，你是有慈爱、阁有怜悯的上帝。万国万民拢要敬畏你。天父啊，阮要学努你，因为你的慈爱甲恩典，你诚做阮的主，阮的好牧者，阮的帮助。你嘛是阮的拯救，阮的喜乐，阮的福分。你的慈爱永远伫地，你的慈爱比性命搁较好。主啊，求你赦免阮，阮常常疼世界甲世界上的事，无真实疼你甲体贴你的心志，心内常常离你远远。恳求你怜悯再怜悯。主啊，伫万人中你拣选阮，互阮诚做兄的教会中的一份子，诚做兄弟姊妹。阮知这拢是对你的疼来的。我爱疼上帝，嘛爱疼人。求你赐互阮彼此相疼的心，求你将你的光伫阮的心内点起来，互阮会当伫这世界将你的光发出，叫一切伫黑暗中行的人，会当接着阮发出的光来就近你，嘛会当接阮，互阮的厝有温暖，互阮的社会有和谐，互阮的教会有平安甲疼痛。毋茫世间人拢因为阮会得到祝福甲福气。天父上帝，我要陪伴阮的心来参加礼拜，我要用心灵甲诚实来到你的面前，由圣神降临会中，互阮藉着你的话，搁较深的明白你，拄着你。我嘛要将阮的重担完完全全交托。毋茫上帝你的智慧甲慧眼进入阮的会中，以及阮每一个人的生命中。感谢主，阮诚心拜列以上的祈祷，阮即时也要照主你所教示的祈祷文，同声祈祷因讲。
请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旧约出埃及记16章第20到第8节、13节到15节，伫台语汉语本圣经76页。旧约出埃及记16章第2节到第8节、13节到15节。以色列人全会伫旷野哀怨摩西亚伦。以色列人对因讲：毋但着阮伫埃及地死伫耶和华的手，迄时阮有肉满鼎，有饼通食到饱。恁带阮出来到即个旷野，是要互遮的全会拢乌死。耶和华对摩西讲：看啊，我要对天落米粮互恁，百姓着出去，逐日捡逐日的野，我通试验因，看因要趁我的法度啊毋。到第6日，因着将所捡入来的备办好势，比逐日所捡的更倍多。摩西亚伦对以色列众人讲：到下暝，恁要知带恁出埃及地的是耶和华。明仔早起，恁要看见耶和华的荣光，因为耶和华听见恁哀怨伊。阮算啥物？恁竟然哀怨阮。摩西阁讲：耶和华下暝时要互恁食肉，早起时要互恁食饼到饱，因为恁哀怨耶和华，伊拢听见。阮算啥物？恁毋是哀怨我，是哀怨耶和华。到下暝，有烟囱飞来，掠砍营盘。天光早伫营盘四围的地面，有一层的露水。落水干的时，看旷野的地面有细细圆圆的面，细到亲像霜。以色列人看见，毋知是啥物，大家相甲讲：这是啥物啊？摩西甲因讲：这就是耶和华互恁食的饼。请但美林牧师讲道，题目是丰富供应的上帝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的经文，甲咱每一个人拢非常有关系，就是关系食米。但是每一个时代对伫食米的看法嘛，一直在改变。以前的人非常珍惜食米，认为食入去就是爱食好饱，甚至嘛袂去管食入去腹肚内遐物件到底是毋是有营养。但是现代人对食就无共款的感受甲追求啊，毋若是爱好食，对伫环境、对伫服务也非常的要求。甚至即摆人嘛无要求讲一定爱食饱，是爱食卡。所以有的米其林餐厅，有的分子料理，伊迄盘仔送到你的面前的时，你看到就是一喙。但是这餐厅犹原是一味难求。另外，现代人嘛会较关心讲，咱食入去的物件到底是啥物物件？伊的营养分、食安的问题就变甲非常的重要。嘛，因为安尼，咱的群组的内面定定会流传一寡营养、关系营养食品或者文章。所以你应该嘛有听过一句话，叫做 "You are what you eat"。这句话意思就是讲，你若食入去什物款的物件，你就会变成什物款。譬如讲，有一寡物件咱食入去，会反映伫咱的面。虽然袂到毁容的地步，但是有可能互你变甲看起来较老。亲像红菜头、南瓜、木瓜，咱若伫短期内面食真济，有可能会变做黄脸婆。青春期的囡仔真爱食洋芋片、麦当劳，嘛会反映伫因的皮肤，因会生真济条仔籽。大部分的女性看到甜点下午茶，拢足欢喜的。但是食济就会反映伫咱的体重，并且糖分嘛会反映伫咱的皮肤，互咱的皮肤老化。所以 "You are what you eat" 这句话真正是非常有道理呢。用这来看今仔日的经文嘛非常有意思。今仔日这段经文是咧讲埋怨。但是上帝的百姓以色列人，毋是埋怨什物属灵的问题，因竟然是用食米，即种非常非常细、非常非常日常的问题，伫遐来发怨言。经文甲咱讲，即时的以色列人已经离开埃及1个月啊，现在因行到顺的旷野，但是食的物件已经无去啊。伫因离开埃及的前一暗。
上帝吩咐因守第一个搬过节。伫迄时，因食烘的油仔肉，食无甲饼甲苦菜。上帝吩咐讲：恁要紧食，并且遐个肉若无食完，爱紧甲烧了了，袂当带出门。以色列人唯一会当带的，就是无甲饼。伫出埃及12章39节有讲，因用埃及带出来的生面，逼做无甲饼。无甲饼是因为受逼出埃及，因未完成得，也无为家己备办什物食物。所以咱看见，因离开埃及的时，无带任何肉出来，无带苦菜，只有带无甲饼出来。但是一个月过去啊，即时连无甲饼嘛已经食了啊。加上伫旷野行一个月，正前因捌经历过后面是埃及的追兵，头前是红海迄种的惊吓。现在因是行伫什物拢无的旷野，佮规工食迄个无味的无甲饼。若是咱敢袂埋怨咧？所以因开始伫遐美化伫记忆内面埃及的生活。因安怎讲咧？毋但伫阮伫埃及地死伫上主的手，迄时阮有肉满鼎，有饼通食到饱。恁带阮出来到即个旷野，是要互即个全花拢咬死哦。因讲安尼话，当然因毋是真正想要死，因是咧情绪勒索。哎呀，现在阮活的比死佫较不如。上帝啊，你不如伫讲第10个早，杀死埃及人的种子的时，嘛顺便甲阮做伙杀死吧。咱看见这话非常的消极，非常的情绪性。其实巴肚枵毋是罪恶，需要物件正会当用理性的方式来表达，但是因扭曲事实，完全毋认家己过去所捌讲过的话，改喙讲因以前伫埃及的日子有偌好。但是因伫埃及做奴才生活，敢有遐尔好？肉会当食到饱咧？若真正遐尔好，为虾米当初因会伫遐痛苦、伫遐哀求咧？所以对即群行出埃及的以色列人，咱会当看见一种奴才性。即种奴才性，互因伫面对困难、发生困难的时，袂记得上帝的话，敢若想要转去以前迄个食会饱。但是，互苦毒、失去自由的生活，甚至伫法老迄时有计划性要杀死所有以色列查甫婴仔的时，会手段下面，因迄时有可能互灭族，但是因毋管啊，因为因肉体的欲望需要，肉体欲望，互因已经袂记得所有的痛苦。另外，因的埋怨嘛，毋是针对摩西、亚伦。因忘恩背义，因是咧埋怨上帝。上帝啊，互阮死伫埃及就好啊嘛！你为虾米要带阮离开埃及咧？才一个月的时间哦，因就袂记得上帝伫因面前所行遐个神业，因袂记得上帝安怎互即个硬心的法老允准互因离开。甚至咱会当讲，迄个想要得到自由、想要前往上帝应允的地的迄种期待。已经互因想要食肉的欲望来暗藏死啊！所以对遮咱会当看见，一个月进前的搬过节，以色列人对羊羔的血来得到救赎，但是实际上一个月了后的因无任何改变，因的内在、因的外在，还是埃及人的身份，因为400年啊。400年以来，因食埃及的出产，因啉埃及的水，因受埃及宗教文化影响，会当讲因甲埃及人是完全一模一样。所以虽然第一个搬过节，因得到救赎，但是上帝袂当用遮的人啦，袂当用安尼材料来起造伊伫地面迄个看会见的圣殿，也是无形的圣殿。因咱若献出埃及。后半段就是起造会幕，甲会幕内面服侍人员所有的法度。那遮个人要是埃及的巨圣，是要安怎成做圣洁的百姓？所以上帝要重造因。看到遮，咱应该袂感觉生分吧？
因为看遮以色列人嘛好亲像在看咱家己，咱嘛定定咧埋怨，咱嘛定定袂记咧上帝恩典。但是基督徒这三个字，毋是讲咱三不五时铺一段文章，铺一段经文，也是讲咱开喙祈祷会当开喙祈祷一大段，这就是属灵。所以是毋是属灵？今仔日这段经文有提供咱两个方向，会当来做家己的检验。第一，咱拄着困难，也是不如意的时，咱是毋是充满苦毒、埋怨？也是咱会当凭信心来看见上帝要在掌权，并且相信上帝赢过一切的。第二，当咱来到上帝面前，明白上帝吩咐了后，咱是毋是真正会当照上帝的话去行？也是咱知影，但是咱犹原按照家己的意思来行咧。为什么检验家己是非常的重要？因为外表咱会当非常属灵，但是咱内在真实的状况，会伫咱不断的埋怨，伫咱讲消极的话时，会显明出来。亲像遮以色列人，因外表看起来是已经得到救赎的人，但是伫因埋怨。因内面迄个埃及的身份，因真正欲望就真正显明出来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若是一个真爱埋怨的人，就是得将咱属灵的营养不良显明出来。但是咱是人呢，咱敢有可能无埋怨呢？我会记得伫10年前有流行一本册，伫教人停止埋怨，甚至当时嘛有人会伫手权。带一个手权来提醒家己讲毋通埋怨，但是敢有遐尔简单就做会到？咱看见以色列人伫遐看见上帝的神迹，因旷野行一个月是靠上帝伫遐行一个月安尼的生活，但是安尼的生活、安尼的神迹，互因无改变，甚至后来因伫旷野漂流40年，嘛常常伫埋怨。这互咱知影，停止埋怨，毋是讲咱接受洗礼了后就会当停止，嘛毋是讲咱来教会偌久，咱就会当停止埋怨。安尼是要安怎咧？咱需要训练。面对这个控诉，摩西甲阿伦因无甲百姓争论，因来到上帝面前，然后上帝爱摩西转去，甲百姓讲，上帝会降食面互因。并且吩咐摩西讲：“你甲遮以色列人讲，恁逐日捡逐日的野，但是到第6日的时，恁就爱捡，从第2天的迄个野来捡起来，比逐日所捡的遐个野来加倍多。”哇，看起来足好个呢！一埋怨就有物件食呢。哦，这个上帝足好个，足仁爱，足有诛心的。但是上帝毋是有硬讲哦。上帝讲，伊安尼做是要试验遮以色列人敢有顺探伊的法度。上帝为什么要试因啊？上帝甲即群人带出埃及，毋是应该一路替因传好好吗？安尼因就袂埋怨了嘛。上帝无安尼做，是因为伊要改变即群受属百姓的体质，伊要改变因埃及的身份。伊要训练因成做属灵百姓、受属的百姓应该有的一个款式，所以上帝才无互因一路丰富，无一路来供应因，互因食到饱。迄一个月时间，咱看见上帝互因体会到夭饿，因为只有人伫感觉家己欠缺时，巨性才会显明出来。嘛，只有伫安尼的情形下面，人才会感受到我需要上帝，才有可能互上帝来塑造咱。安尼，上帝要伫食面即项物件、即项事顶面，安怎来训练因呢？上帝用以色列人显现伊的荣光，然后透过摩西的喙甲因讲：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哀怨，你着甲因讲，到黄昏的时，因要食肉。早起要有饼通食饱，恁就知我是上主恁的上帝。上帝讲，伊会伫黄昏的时，互因肉类。所以咱伫13节会当看见，有一群鹌鹑飞来，这诚做因蛋白质的来源。但是上帝伫清早
降落另外一项物件。这项物件因从来毋捌看见，伊生甲细细圆圆，看起来是白色，敢若是酸的物件，并且食起来敢若是有掺蜜的薄饼。以色列人毋知影迄是啥，就问讲：迄是啥物物件？摩西回答讲：这就是上主互恁的饼。这是啥物物件？啥物物件？希伯来的发音就是玛纳，所以以后这以色列人就号这项物件叫做玛纳。咱来看这两项物件意义。上帝互鹌鹑飞来，满足百姓埃及的肉体、埃及的胃口，因为因想要食肉嘛，所以上帝互因鹌鹑，互因食到饱。但是上帝对天降落玛纳，为着就是要中造因。互因会当对埃及迄个顾肉体、贪婪的胃口，会当转变到倚靠上帝、顺坦上帝的胃口。当然，这个胃口毋是指咱肉体的胃口，是指灵性的胃口。另外，咱嘛看见，这个鹌鹑飞来无任何规则，甲无任何限制。鹌鹑嘛毋是逐工拢会飞来的。上帝嘛无甲百姓讲，即个鹌鹑飞来时，恁来安怎收，会当收偌济？因为鹌鹑是属肉体，是属埃及的。但是玛纳就无共款哦，为着要收玛纳，百姓一定爱早起就起床，因为伫日头出来了后，玛纳就扬去。另外，玛纳嘛毋是讲你想要收偌济就会当收偌济，上帝吩咐。恁着照逐人所会食的量来捡，逐人为着伊报病的人，照伊的人野来捡，一人一俄梅日。俄梅日是一种容量的单位。这个字只有伫出埃及这段经文出现，但是根据第36节的解说，一俄梅日差不多是2公升，就是一个人一工的份也。上帝讲啊遐尔清楚哦。你一工就捡你一工的份也就好，但是有人想讲上帝无看见，上帝你哪有可能清早就起床？你一定无看见我捡偌济，这个人就去收较济，想讲第二工我就毋免起床，毋免遐尔早起来。无想到因加收的物件，加收的玛纳，伫第二工就生虫，就臭跑去啊！食鹌鹑。满足以色列人肉体需要，但是迄是埃及的款式。食玛纳就是上帝照着规矩来训练因，互因开始甲上帝哪来哪接轨。兄弟姊妹，这嘛是上帝对待咱的原则。有时阵咱求半步，上帝看起来讲敢若无咧做代志，上帝嘛敢若无微办，但是咱敢有想过？这是上帝在训练咱的。我伫实学医毕业了后，我是去到一间拄啊开拓的教会伫遐做传道，全教会拢总甲10几个会友，所以会当做同工的会当讲真少真少。后来我伫拜六下晡，我就针对社区儿童开一个周末营。我想讲，我会当带游戏啊，我会当讲故事啊。我会当传点心啊，这拢无问题。但是害啊，我找无人会当抒琴。迄时嘛无亲像即马会当放 YouTube 一放就音乐。但是50个从来毋捌唱过儿童教会诗歌的囡仔，因一定需要音乐。所以歌舞伎中，我只好去弹呢。先讲哦，虽然我有学过，但是我是哩哩落落的学。但是迄段期间就是非常的奇妙，虽然弹甲乱七八糟，有当时还会讲，小朋友，我们从头唱，我弹错了。但是50几个囡仔客伫10平的空间的内面，是真快乐伫遐活动，伫遐唱诗歌。毋过感谢上帝，后来有备班。若无，我阁会记得迄当时我弹琴是紧张到弹甲大粒汗、细粒汗。面对上帝无出声、无备办的时，咱是毋是会当用搁较积极、顺坦、谦卑的心来面对、来祈祷咧？咱
咱会当来到上帝面前，坦诚咱的软弱，坦诚咱的需要。亲像我迄阵是甲上帝讲，上帝，我需要一个司琴，但是上帝无马上降一个司琴来互我，但是祈祷煞，咱就顺坦上帝意思，咱就去做吧。你讲上帝意思伫倒位咧？上帝意思就伫咱读的圣经内面啊。上帝意思就伫咱过去甲上帝斗阵的迄个经验内面啊。另外，咱伫即段经文嘛看见纪律的重要。伫咱日常生活，咱拢知影即个纪律的重要。你行伫路里，交通规则非常的重要。你赶袂赴高铁，因为伊的时间表袂等你一人。但是非常奇怪，伫灵性养成的顶面，咱就敢若无追求什么款的纪律呢？平常时无爱读圣经，做礼拜有闲才来，奉献有济甲摕来奉献，服侍迄是其他人的代志。咱是毋是伫咱的身躯顶看见迄个，互上帝拄仔带出埃及第一代以色列人的影咧？因的规身躯对内面到外面拢是埃及的组成，咱嘛是呢。虽然咱已经互耶稣救赎啊，但是咱内在外在有当时嘛真侪是属世界的身份呢。兄弟姊妹，伫咱得救以前，咱可能也有一寡埃及的身份，但是现在咱得救啊，咱就应该爱改换咱的食物。对世界的胃口转化做较无属灵粮食的迄个胃口，安尼咱是要安怎改换咧？无可能一个就改过来。亲像遮以色列人食玛纳是食几年？因食40年呢。上帝用40年的时间训练因、塑造因，但是就伫因踏入去埃及、踏入去上帝应允的迦南地迄个时刻，玛纳就停止降落啊。因为进入另外一个，因为进入迄个应允的地，上帝要开始第2阶段的训练，互因会当勇敢来面对迦南地四周围的遐个对敌。所以咱看见40年食玛纳，才完成第1阶段的训练。所以咱信主1年、5年、10年、20年、30年，若还是埃及的胃口，若还是看重世界。咱嘛毋免太过失志，嘛毋免认为家己无药医，因为灵命的养成无捷径。只要咱愿意行落去，互家己有机会会当接受装备甲训练，上帝会改变咱的胃口，伊会重新来重造咱，并且即个新的组成会帮助咱将埃及、将世界遐物件刷开。当然，这毋是讲咱来过迄种亲像和尚、尼姑，也是一种迄个爱面序，遮个歹人，因敢若食某一寡物件，敢若穿某一种涉水的衫，无看电视，无听遮通俗的音乐，这毋是真正改换家己。因为咱看见上帝赏赐色彩，上帝有互遮个世界有艺术，伊嘛是要丰富咱的生活。亲像历代有真侪音乐家，因较无，所以对上帝献上迄个上大的敬拜，所以因用作曲、作词来学了上帝。真侪艺术家，伊用上帝福音逐样艺术的材料，伫遐创造，伫遐学了上帝。所以毋是讲咱过一种敢若清教徒迄种真苦毒家己的生活，才真正是互上帝来改换。上重要的是，咱爱知影什么是上重要的顺序。当咱将对上帝上大心的较无归互上帝时，咱就会互上帝来填满。咱每一个人拢需要互上帝填满，咱每一个人拢需要互上帝调整。无论咱是偌久的基督徒，因为咱拢知影，搁较侪的金银财宝，搁较悬的名声地位，拢无法度填满咱灵性的迄个需要的迄个空。无咱看，有钱人永远袂嫌伊家己的钱多，有权势的人嘛袂满足伊目前的位置。但是咱要安怎满足咧？
对天而来的美娘，会当互咱的灵魂满足，会互咱的灵魂饱足，会互咱的灵魂会当来得到充满。安尼，即个对天来的美娘，互咱饱足的玛纳是甚物咧？咱无搁食玛纳，咱无搁食迄个以色列人食的玛纳，但是咱爱食一个属天的美娘，就是主耶稣。约翰福音6章33到35节，耶稣对众人安尼讲：因为上帝的饼就是迄个对天落落来，也因活命赏赐互世间的。这以色列人想讲，耶稣是咧讲摩西迄当时的情形，但是耶稣对因讲：毋是，毋是。所以因讲主啊，你也常常将即号饼互阮。耶稣甲因讲啥？即号饼毋是迄当时的玛纳。迄号饼就是我，我就是活命的饼。受困我的人决断袂枵，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。耶稣就是对天而来的美娘，所以咱需要食伊，咱需要啉伊，互伊毋但是互咱有一个敬虔的外表，互伊嘛会当改变咱的内在，重组咱的内在。互咱会当用神、用真实来敬拜伊，来甲伊相拄。兄弟姊妹，主耶稣就是玛纳，咱爱找求伊，咱爱渴慕伊，咱袂当干那停留伫得到救赎，认为讲我已经得到救恩啊，我已经洗礼啊就够个，然后20-30年拢是安尼。咱需要改变，咱才会当找到上帝造咱。迄个真正意义，耶稣讲，无得为着会败坏的美娘来着磨，就为着长长伫地永活的美娘来着磨。因为人子所要互恁的，因为伊是被上帝所看印的。兄弟姊妹，主耶稣讲，伊就是迄个美娘。世间人有真侪人为着迄个会败坏的美娘伫遐努力，伫遐操烦。但是因的努力所换来是搁较侪的操烦，所以真侪人的内心也是健康落出问题。但是主耶稣是咱真实的美娘。当咱伫圣经的旧约看见对耶稣的预言，当咱伫新约看见耶稣的所行，新约旧约加起来，就互咱知影上帝对古早到现在应允已经实现。咱就会当清楚知影，即个上帝是丰富供应的上帝。伊不但会伫实际方面供应咱、养饲咱，伊嘛袂互咱的灵性有任何的欠缺。咱做伙来祈祷，主，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你，将安尼袂败坏的美娘赏赐互阮。主，恳求你进入阮的内心，重新来塑造阮，重新来造成阮。主啊，过去阮有一寡败坏，你所无欢喜的部分，恳求你除去，恳求你将你新的款式赏赐互阮，因为阮知影，只有安尼，阮才会当伫你的面前徛在下条；只有安尼，阮才是真正得到救恩的人。恳求主你来帮咱，赏赐互阮气力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请掀开主报来读今日的经句，请咱做伙来读2遍。因为已经赏赐恁为着基督，毋但信靠伊，搁为着伊受苦。腓立比书1章29节。因为已经赏赐恁为着基督，毋但信靠伊，搁为着伊受苦。腓立比书1章29节。三角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，圣诗565首，565首，请起立。
加侪奉献，请廖桂丹执事、吴慧芳执事、曾玲仪执事负责奉献；建堂奉献，请苏国贤长老、王世辉长老、詹怡怡长老负责奉献。请起立。请坐。消息报告，请看周报309页。第3点，今日下晡12点半要召开建堂委员会，请组长甲顾问参加。第4点，请兄弟到1楼摕10月到12月成功事项表，甲新员工读经。小组甲牧区的消息。第1点，双联团契定9月27拜三上50点要练唱诗歌，请客友参加，有备办午餐。第2点，本教会奖学金开始申请，合资格的请伫今日摕成绩单的证明来交予单一里牧区王世伟长老。奉献部分若有错误，请向中级订正。就间聚会甲后礼拜圣工事奉者，请家己看。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。好，咱大声来欢迎今仔日来到咱的中间的朋友，就是苏妈妈的朋友王维，伊是牧师，吼，欢迎王牧师。伫遮嘛要来广告一下，就是咱新使者，咱伊每一年拢会送即个圣诞特刊到伫监狱的内面，或者监狱遮受刑人会当得到帮赞。吼，咱教会每一年拢有为着因奉献，
但是我感觉因出的即个圣诞特刊，嘛会当诚做咱送互咱的朋友真好的一个物件。伊是一个安尼会当挂的一个阅历吼，每内面拢有一寡的迄个见证吼，所以咱会当来登记送互咱的朋友。这一份是50箍，咱若以后要送互朋友的，当咱伫1楼来登记。好，这是咱来为着兄弟姊妹来祈祷。好，大心，咱来为着世界、为着台湾宣教师来祈祷。互咱看见世界真济的灾难，互嘛有天灾，嘛有遮战争的发生。咱恳求主的怜悯，嘛会当互咱会当稳困，为着遮个事祈祷，为着各地宣教师来祈祷，为着咱建堂的事工，为着怀孕的姊妹的配营，嘛为着身躯欠满的兄弟姊妹，信实姐、清真兄、扎实正兄、慧玲姐、明哲兄、北丁老牛、玉秀姐。秋菊姐、阿卡姐、西江兄、启胜兄、邓妈妈、金生兄、道明兄、民主姐、俊成兄、赵雄兄、来福姐、应轩张老师、龚基姐、陈基雄长老、以礼素梅姐、方梅姐、谢林兄、明理姐、阿菊姐、郭元兄、佑庄兄、李雀老师，互咱开喙为着遮个事，为着遮个集体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会当做伙伫遮来祈祷。阮知阮原本是不配的人，总是你的宝血洗净阮，互阮会当称作是你的囝儿。主，恳求你帮咱，互阮遮正囝儿的祈祷会当诚做芳的祭献到你的面前。主，总是阮有时阮的祈祷，阮无法度来切度你的意思的。主，恳求你也互阮会当用信心来祈祷，互阮会当。用信心来祈祷遮阮还未看见的事，阮为着阮兄弟姊妹需要来祈祷，有的兄弟姊妹身躯欠安，有的伫化疗，有的伫复健，有的伫经历长期的病痛。主，恳求你赏赐，互因有够额的信心，也互因的身躯会当因为主来得到医治，也恳求主来保守配营，甲伊巴肚内婴仔，互伊会当得到主你的看顾，互因拢会当真健康。也为着教会建堂事工继续祈祷，恳求你保守，互兄弟姊妹同心合意，做伙来完成这个圣工。阮也为着世界台湾来祈祷，恳求你保守帮咱，互世界充满混乱的所在，恳求你的神伫中间做医治的工课。有充满战争、有充满伤害的所在，恳求你也互遐的这个所在会当来得到和平。主，阮也将伫各地宣教师来替因祈祷，因来面对真侪无适应，主因的身躯、因的心情，恳求你来眷顾。主也恳求你保守兄弟姊妹，伫阮未来新的一个礼拜，互阮会当有上帝你所欢喜的款式，每一日甲主同行。阮也面对中秋的假期，也无论我有啥物款的计划，也恳求你，互阮会当将你排伫第一位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即时来用圣诗387首，圣诗387首，因是后请陈牧师祝祷，请起立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人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
请坐。